政治的消息继续来关心，宪法法庭裁准国会这款法案暂时处分。不过在野党指出，这干那是限制着部分的条文。立法院议员是有权会使请总统来报告。不过行政院是回应讲，政府机关的活动应该合法合宪，而且赖总统嘛讲，目前正是立法院近20年以来拄到上大挑战。 宪法法庭进行裁准国会这款法案的暂时处分，不过在野党立委指出，当局部分只有修正条文，照顾法立法院议员应邀请赖总统国情报告，要求赖总统爱实现承诺，各引起朝野攻防。立法院已经做出决议，要邀请赖清德总统来立法院报告，这事实上是依照现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跟大法官做出暂时处分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尊重立法院在合乎宪法以及合乎法律的规定之下所做出的所有的规划。哈，那我们也相信总统府也会在合法合宪的范围内，跟立法院做良善的这个沟通跟互动。 行政呼吁行政机关彼此要有合法合宪互动。身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第一全代会致辞时，特别要求在场党籍立委起来接受呼声。根据我的经验，这是近20年来立法院所当到上界大的挑战。全体立委将士用命，全力以赴。未来咱料想会到，立法院一定充满更较多、更较大的挑战。 也发下全党团结，提出三大目标，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强化民主宪政体制，保障自由人权。佮指出，党籍改选了后，民进党正式进入新的阶段，也要承担更较多责任。永远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咱绝对无容忍台湾因为民主政治的失败而造成灭亡的危机。 外界有讲，这摆民进党10席中常会改选，前来系统是赢上济。新潮流绿色友谊连线加民主换水，有希望提4席有来的永延会1席，正国会2席，用下做一棒子，所下1席，这是赖清德竞争了后，党内权力结构第一摆重新洗牌，也看动指控治疗选举布局。记者综合报道。